80道课，耶稣食圣餐。耶稣甲学生在食饭的时，耶稣讲：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恁是葡萄树的枝。葡萄树的枝若无结果子，枝就受压断。迄款的枝就受压断，等落火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连伫我的枝若无结果子，要受压断；恁若无结果子，恁要受压断。恁若踮伫我，也我踮伫恁，就结果子侪侪。若无安尼，恁要受压断。恁守我的命令，就是踮伫我。我上大的命令就是，恁着相听，亲像我听恁。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恁若相听，恁是我的朋友。恁若听我所命令恁的，恁就是我的朋友。我已经叫恁做我的朋友。我对天父所听见的，拢有甲恁讲。我顶选恁做我的朋友，互恁通到落尾甲我伫咧。以后，耶稣搁教伊的学生讲：伫我狩猎的大声，我真爱甲恁食即个暗饭。搁几点钟以后，人要掠我，因要拍我着受真济艰苦。我要为恁受苦，我要为众人受苦。我要为世间拢总的人受苦。耶稣摕饼就感谢上帝，伊感谢上帝才被破饼，伊摕互学生食。伊讲：恁着食，这是我的身躯，我的身躯要为恁受被破。恁食这个饼，恁就是食我被破的身躯。我的身躯是要为恁受被破，这是我的身躯为全世界受被破。恁若食这个饼时，就纪念我。以后，耶稣捧葡萄汁的杯，感谢上帝。伊感谢上帝，才捧杯互学生啉。伊捧杯互因啉的时，伊讲：恁着啉这个杯，这是我的血。这个杯是我的血，为着恁流出来。我的血是为着济济人流出来。我的血是为全世界流出来。恁若啉这个杯，恁着纪念我。我甲恁讲，我伫这世间无要搁啉这个葡萄的汁，无搁啉，一直到上帝的国来。学生拢总真忧闷，因的心真艰苦，因知影耶稣要受死，因知影耶稣要为因献伊的身躯甲伊的血，因比以前搁较疼耶稣，因疼伊较也疼别人。因疼伊，因为伊要为因死。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叫做圣餐。今仔日军队耶稣的人也疼伊，因为伊为咱献伊的身躯甲伊的血。咱食圣餐的时，咱着纪念伊，着疼伊。食圣餐是纪念耶稣为咱死，